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如果现主时我问你，美国总统即卖是谁？可能你的回答是 Trump， 敢是？事实上，1月20号 ，Trump 才要来交接。那么有人咧喊讲 ，Trump 其实是无离谱，满嘴内检是手势也真悬。伊不踢丹麦要伫伊的格陵兰，难处巴拿马运河要通关。世界敢通好安尼来运转？今仔日咱来讨论 Trump 上任了后的关税。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原地大學 EMBA 教授高仁山。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安安。那麼第二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那麼第三位，台大國企系基金研究所副教授羅信聰。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義修大學財務金融管理學系教授李良堅李教授。主持人，大家觀眾，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鬥陣來關心，頂日啊傳出了美國總統的當選人 Trump 對着全面性關稅態度落軟了。不過 Trump 隨咧就澄清講，這是假消息。伊一再強調會對着墨西哥甲加拿大來抽關稅。因為專家來指出，那是啟動着貿易戰，2026年全球經濟可能會受到真大影響。蔡立紅聲，美國總統當選人 Trump 要對全面關稅計劃做出調整，敢若針對關鍵進口產品，消息一出來，美金以外的其他貨幣隨起。不過 Trump 隨佇社群媒體澄清講是假新聞，佮強調講會甲墨西哥佮加拿大扣關稅。不過若是加拿大佮美國合併，成做美國第51州，就會當取消關稅、降低稅金。同款的代誌發生佇格陵蘭 ，Trump 指出，美國因為國安需求需要格陵蘭，若是丹麥無要配合，就會扣真懸的關稅。Because we need it for national security. The people are going to probably vote for independence or to com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if they did do that, then I would tariff Denmark at a very high level. 除了這個國家 ，Trump 閣點名中國，雖然伊表示已經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透過幕僚對話，但是也是指控中國一直咧經濟上甲美國卡油。不過習近平則佇今年的新年賀詞承認，中國經濟拄着真大挑戰。若是 Trump 要甲中國扣關稅，可能會互中國經濟愈來愈害。當前經濟運行面臨一些新情況。有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挑戰，有新舊動能轉換的壓力。專家指出，若是美國要全面扣關稅、啟動貿易戰，可能2026年全球經濟會受到真大影響。記者綜合報道。咱看到這個新聞段吼，當中哦，其實還佫真濟關於着 Trump 哦，伊刷來要創的代誌。咱的圖表內面吼嘛有寫，不過。我要先對這條新聞開始問起，就是講吼，是安那 Trump 要去甲丹麥講，你的格陵蘭愛互我，吼，你若無互我，我關稅甲你拋懸，互你擋袂牢。事實上，美國啊成立着這個領事館佇這個格陵蘭，伊是安怎要佇這個北極？人伊講吼，伊講常常看到即個中國船甲即羅西亞的船，踮遐踅來踅去，伊也感覺真不安。老師，你的看法？哦，因為格陵蘭吼，咱所知，伊算北極寬塊內底吼上大的一片陸地啦。哦，因為即馬就是因為即個全球的即個世界暖化，北極的即個永遠的冰層呐，吼，即冰層可能會揚起，係。尤其以後哦，伊個即個世界航運吼，航運要譬如講為亞洲要去美洲，就足緊的吼，還是為美洲要去歐洲若踅過遐格陵蘭遐落去的話，吼，會比你踅以前吼，啥物巴拿馬運河啦吼，
也是要射对伊的迄个大西洋过欧洲，搁较紧。国家一紧来讲的话，伊就是省运费，哦，省运费。所以这对于这北极的这个运输的这个战略，吼，其实当我看20年前落去讨论啦，吼，20年前落去讨论，但是一直到最近，吼，最近这个议题才有浮起来台面。啊，另外一个，我认为较重要的是讲吼，因为格陵兰吼，咱大家可能唔知影吼，因为格陵兰的蕴含丰富的这能源呐，哦，就是迄个 shaft gas 加 shaft oil， 哦，啊，因为以前就是伤寒，啊，也无啥人，哦，啊，无人要去遐。技术啊，阁无够遐。是啊，即马有这个技术，可能对格陵兰来讲的话，伊即马已经是一个吼真大的迄个能源的蕴含的一个岛屿啦，吼。哦，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吼，我头早一开始就讲，伊也要伫即个巴拿马运河。老师，你对这战略的观点来看，伊北要去到这北极，南要去这运河要通。那么有人讲吼，你其实吼东西半球还是南北球吼，南北半球其实上紧的航路就是对北极安尼通过，不管是水路还是空路，吼，或者是伊要通去到中南美洲。这对特朗普来讲，敢是伊的地图，伊的企图是经济？还是政治，还是讲其实这两个是夹做伙？我咧想这个政治甲经济，吼，都有这种考虑啊，吼。伊这个战略，这个川普第一任的一站，伊就捌讲过，伊想要来购买这个格陵兰啦，就要出个格陵兰。但是这阵唔是讲都认真啦，吼，个适当年龄。所以最近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吼。有一个伊的国家安全会议前呐，前这个幕僚长叫做 Grab， 灰色啊，这个伊就特别讲着讲吼，这届应该要做认真来考虑这个格陵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一种的战略啊，大家讲这个中国加罗西亚加这个北极这北极的国家其实差不多六七个呢。像讲加拿大，美国，罗西亚，个这个瑞典、挪威，咱会当看到你讲对这个北极叫做北冰洋啊，中国最近那是做积极的呢，伊来讲，伊唔是这个北极的国家，但是靠近北极的国家，伊讲这北极那种全球的公共空间呐，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咱就知影，这个原来是甲中国有关系。川普伊特别讲到，就讲这个中国来控制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伊无法度来接受啊，虽然讲是这个卡特总统伊做决定嘛，做决定，但是伊认为讲即马这个管理的问题，和这个中国有法度来控制这巴拿马运河，所以伊就想讲有足济一部分唔惊这美国本身，而这美国本身的话，就是讲中国什么工厂袂使买，什么农地袂使买，什么所在袂当投资，这美国。慢慢，川普都有这种计划。伊即马为全球来看这个问题，全球看这个问题就是讲，美国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形，美国统治第一啦，袂再有其他国家来控制，袂再有其他国家来限制美国会当做什么，袂当做什么。所以我是认为讲川普较认为咱像你头先讲着。未做总统，但是伊有足济物件，已经拢开始啊！已经拢开始替这个物件替这个拜登来做代志啊！拜登1月19本来会当将抖音禁起来，但是伊就讲最高法院用最高法院讲，你即马莫安尼做，等到伊起来，伊会当去上一个较好的方法。这看起来到底。安尼，美国是毋是一个霸权？事实上，伊是第一名嘛。
但是这个霸权是善还是恶呢？罗老师呢？美国做一个北美洲的霸权国家吼，其实是足拍拼的啦吼。啊，伊安尼自一开始甲加拿大伫遐相台70年，啊，甲1843年、1845年之间，甲达成协议吼，甲因的边界，甲两国的叛徒吼，啊，甲两国勾结反叛势力，拢甲处理又好吼。啊，佮拖80档吼，甲第一次大战结束吼，1925年吼，甲加拿大正式把所有的边界协议吼汇走，啊，即马都好100年啊吼，所以其实昨这个川普接受采访吼，伊讲我足清楚的，伊要甲美国甲加拿大的边界拢甲抹掉了吼。这是伊昨讲的吼，讲你归起来做52州啦。伊即摆毋是安尼讲啊，伊改口啊，伊讲说咱卖有边界就好，啊，你无需要做阮第51州吼。加麻烦咧。伊看甲足袂顺眼的这个杜鲁道哈，啊，杜鲁道1888就是东车时加拿大甲大陆建交吼，啊，毋肯互台湾去参加奥运的迄个首相来囝啦吼。啊，即摆川普甲这个囡仔甲缀互死吼。所以已经感觉伊爱拢套掉啊！啊，即马全加拿大无人敢甲伊呛住啊！哈，所以即马剩一条代志。这1925年，全加拿大甲美国由英国大英国协代表签的协议，伊拢要甲抹掉了哈。所以你头仔你问讲伊是霸权还是霸权，那么就歹讲的啦哈。在川普你讲伊讲做。啊，咱甲抹掉了后，咱两个人的经济合作会吼，世界上强吼。啊，其实咱早就知吼，本头就叫北美自贸协议。啊，北美自贸协议本头就不零关税吼。迄是川普硬死甲打讲做，你凊彩要卖美国物件，若无工资吼，哪怕是在墨西哥吼，超过15块美金，他都要课关税吼。啊，不一个 Toyota 变做只好家己。墨西哥的一个零件厂专门生产吼 Lexus 用的，甲拆掉，啊，怎28000人无头路了吼。啊，签等于 Michigan， 啊，投资了后，过4000个人，啊，成本比古早佫较悬吼。啊，但是这物件是送去加拿大组装 Lexus 的车啦吼，甲回销美国吼，啊，回销整个南美洲吼。所以你即摆看起来就是变做讲，川普。伊都反正横财入灶了哈，反正我讲啥就是啥啦，所以伊不爱管讲你这个公司会了钱无，伊嘛不爱讲啊到底墨西哥的人28000人无头路，啊美国虽然加4000个人，啊但是4000个人坦白讲，你即摆若个 AI 自动化过落，伊剩1000，啊唔打紧，你即摆若个开始伫遮规个互大家伫电动车、混合车。老师，你安尼讲吼，难道特朗普伊边仔的人无甲讲吗？那消息传出来讲，伊小可落软呢？这重点是，就是讲你是去算几个人会笑吼。咱拍麻将的先拢知嘛吼，甲拍桥牌无共吼。桥牌是对倒的人算做伙分数吼。是。啊，麻将的时阵打麻将，咱是一个人压底啊底。一人一个嘿。啊，所以你即摆川普旁边毋是无够人哦吼，是讲讲咱即摆世界即个岛。咱是你拍桥牌，还是你拍麻将？啊，在川普的代志，我是拍麻将啊。啊，伊个我边啊无爱用插花呢？啊，袂使插花哦吼，因为我啥拢要地啊底。哦。啊，我啥拢无爱出本。老师，咱来看这个吼，伊这川普关税2.0吼，对全球的影响啦。咱这 IMF 的报告，全球经济下行也是贸易对手。国际这个关税反制会拖累着全球经济成长动能，吼啊！中国国家免讲啊，吼啊！加拿大嘛是，墨西哥嘛是，台湾差不多减少0.6，迄上少。但是我要来请教咱线顶的李教授，教授，有听。你安怎看待？特朗普伊真正会出手吗？因为咱就看了真济数字，这吼敢若七伤群啦，伤人7分，伤己3分啦，吼啊，尤其吼，咱看到伊这提高关税了，伊对着家己整体 GDP 的影响吼，
嘛负1.3%呢？啊，伊这考虑敢是讲用喊的，啊，一手要来用政治来甲你两手切了，老师。川普伫个选举进程吼，话足大声啦吼，包括对中国大陆要苛征60%的关税啦吼，对全球内底疫苗要苛征10%的关税啦吼。啊，当然伊选举已经选赢啊，但是未来若开始要推动实施的时阵，你有看伊第一阶段对大陆讲啊，我真部分的产品先甲你苛征10%，所以伊嘛是咧看全世界对伊的反应安怎，过来嘛是要考虑就是讲，它会不会产生一个叫反作用力啦吼？因为你即马进口这个关税，你启动这个世界的贸易的保护主义啦吼，啊因家己的进口成本会提高袂，会去造成第二阶的通货膨胀袂，这嘛是伊要去思考的所在啊。所以川普你是生理人吼，那足巧的，先看看嘛呢，看全世界的影响跟对策是安怎。有的国家讲好，啊，我就遵守，啊，我就货币来贬值，哦，我来吸收这个关税增加所造成的这个成本。啊，第二个就是讲看美国国内这各单位的反应是安怎，会造成这个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袂，啊，这造成冲突的状况会足严重的袂。所以包括台湾，伊嘛是讲，因为咱台湾吼，今年应该结算出来应该差不多啊啦，就是讲咱对美国内底贸易的顺差啦吼。和600亿美金以上，那嘛是美国所关切要看到，嘛是要处理的一个单位啦吼。所以伊对台湾嘛是有可能苛征这个关税，但是嘛要看伊苛征的产品类别。你看川普最近咧讲代志，伊毋是全部拢要做哦，部分的产品，慢慢开来推动。所以我看像伊的政策慢慢咧修改调整当中啦。是老师，咱看到这个 EuroAsia 吼，伊也讲。今年上大的风险，全球领导真空 vacuum of leaderships， 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 Trump 的通知啊。老师，你安怎看待这 Trump 的通知？听起来，伊敢若是还阁有理性存在啦吼。我毋是讲伊还阁有啦，就是讲有当时讲话吼，咱是掠沙无，讲到底什么是真呢？咱要应该安怎来看待这个美国的这个领导者？生理人咧讲代志吼，有当时先出一个政策出来，啊，看你的反应是安怎。所以选举进程讲啊足大声，但是你即马看到，包括最近我看报纸讲，和习近平内底嘛有沟通的管道，哦，等等，啊，是毋是对中国大陆出手要出来遮严重？我会打一个问号呢？啊，是毋是全部的产品，还是所有的产品，拢要苛征高关税？所以我感觉这就是讲，伊嘛是咧看世界的反应，佮看这个趋势，所以。我无认为讲哦，伊即件的处理就全世界的关税哦，会苛征那么重啦。我觉得伊是渐进式的，然后看每一个企业的反应，啊，开来去做伊后界的动作。我感觉是安尼，但是伊的变数嘛就足大的。迄阵吼，你大家知影讲，只敢拢去看伊 Twitter， 啊，毋知伫 Twitter 内底要写啥物，毋知个啥物新的政策要出来。所以这方面，因为伊已经做过一件的总统，大家对伊的批评，伊嘛心内嘛有数。啊，边仔嘛是有够人会嘛甲建议啦，所以我感觉讲总统选调一回事，未来要做搁另外一回事。啊，第三个问题，老师，伊真正会对中国出动手吗？大家吼，徛在这台湾人立场吼，当然上关心这嘛吼，伊是会对中国出啊真正的动手吗？还是讲其实徛在美国本身的利益顶头，伊本队就必须爱对这个美国的利益来出发？一定要对中国有所压制。伫个2016年的时阵，川普的时阵是伊开始对中国开始启动伊的关税的增加啦吼。但是拜登无共款哦，拜登主要是伫伊的科技的管制、晶片的管制的部分、产业的管制、产业的限制的部分出手较重。啊，川普起来，你看伊最近咧，伊即摆伫外口咧放话讲，伊和这个习近平主席好像。有一些很好的沟通的管道啦吼，所以是咪会该出手啊大？我嘛爱看到，就是讲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啊，商贸部的部长是咪会去和美国的这个商务的谈判人做一寡协商，啊，就看中国大陆有提供有啥物的退让的机制，啊，出来啊看啊美国较开来做一个反应，啊，所以我是感觉讲，短期内底应该袂去出动手，爱看中国大陆。有没有提出一些相对的诱因啊？吼，还是讲有一寡退让的机制，然后美国才会再出手？无啦，老师，我过去安尼甲你问，
就是会登去到过去美好的年代无？应该是无可能啦，因为美中的冲突它是不会变的。啊，美国要做世界的霸权，美国要做世界第一名的，这个，不管是太空科技啦，还是这晶片的半导体的部分，伊拢想要做世界第一名。所以对中国大陆的管制，佮挂这个制裁，应该是袂改变的，只是讲伊出手的重，还是较弱，伊会去看情势来判断，有去得到美国的利益，这才是伊观察的重点啦。简单讲，大趋势袂变化就对。对啦，大趋势袂变化，但是伊是慢慢啊来，袂可能一件全部拢甲伊出互你了。你若是第一摆拢现了，后壁就免人啊嘛。好，老师你简单一教我吼，咱转来这个病来吼，郭老师，像头仔李老师咧讲的吼，特朗普咧算像这罗老师讲，拍一个麻雀，佮袂当用插花，其他三家吼，啊，然是伊即摆咧吼上大主，伊对家吼应该是中国。正手边就罗西亚，倒手边可能是欧洲啦，还是啥人？啊，伊会拍算。因为这算起来，他像各位老师讲起来，其实伊嘛是嘴讲的来减减，但是手势也真悬啊，无一定会出重手啊。但是安尼就错到要死啊！不过像头仔一开始，伊要买这个 Greenland， 伊买无着，但是伊上无可能会通啊骗着，通啊驻军，还是讲要甲你安怎？伊这个谈判策略，老师嘛做谈判出身的，你安怎看待伊？当然啦，吼，就是说，川普这摆选赢吼，其实有真济原因嘛，吼，经济是一个原因嘛，吼，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伊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安怎吼？啊，这我相信吼，有小可会反映美国人的心态嘛，吼，内底上真重要，川普甲过去的总统无共款，就是对 NATO 的军费啦。哦，这条的不满，吼，就是讲，我是安那美国拢爱出较济，啊，恁这 NATO 这国家，大家拢出少啊，安尼伊要强迫这个吼，这 NATO 的国家来提升军费，哦，相对来讲的话，对亚洲的安全，吼，对亚洲的安全来讲话，川普伊任内的时阵嘛是甲安倍首相两个谈，吼啊。促使这日本的军费的提升嘛，哦，这是事实的代志。哦，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就是讲啊，美国阮是啊，恁若全世界要叫美国来做世界警察的话，安尼恁爱出钱啊，袂使拢美国人来出钱啊，美国总爱有一寡好处嘛，吼。所以为这个观点来反映过川普即马的这个讲话行为，就是讲。好，安尼我即摆美国若是独大的时阵，我美国必然爱有一寡优势，才有法度来做世界警察嘛。哦，所以Greenland是一个足重要，伊这Greenland为啥要放喺遐，就是要压制哦罗西亚的潜水舰甲军舰有法度为因罗西亚直接哦射过北极，直接为美国的北平落来。哦，因为美国的你这个亚洲的这个白令海峡这边吼，其实是无法度去压制这个罗西亚吼，因的潜水舰若是会使过来吼。啊，以及就是讲对中国吼，这快速的这个航空母舰啊，甲这个潜水舰的发展吼，伊其实美国嘛是爱做一寡提防吼，所以对这巴拿马运河甲这古林兰吼。伊一定爱先讲哦，伊无先讲来，中国就继续做嘛吼。伊这样讲来就讲，中国可能吼小可是要揪一个吼，还是要这拢会使放喺谈判桌顶头来画嘛吼。所以即马其实大家是烦恼吼，上烦恼的吼，倒唔是讲吼，这个因为你要古林兰还是。这要封锁巴拿马运河要摕出来，这拢爱时间啦。哦，但是上紧的，大家上关心嘛是关税，所以唔是干那吼，唔是干那中国你惊关税啦，欧洲嘛是惊关税。哦，啊上直接就是着迄个墨西哥甲加拿大嘛。其实日本嘛足担心的啦。吼，日本其实伊安尼看吼，伊讲美国若是这是日本经济中心的预测啦。吼，伊是讲美国若对
中国收60%的关税的话吼，迄个2024年的成长，中国成长率是4.7%，你2025年是剩3.4%尔哦，剩啥啊？剩落差不多1%5左右。吼，啊，若是继续伊安尼甲你扣的话，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剩1%，剩1%就对中国来讲就负成长啦。中国爱上少爱3%，伊才balance，才 balance，1%尔就是萎缩啦，中国萎缩啦，吼。啊，所以伊安尼看来讲吼，若是关税10%尔哦，就是美国甲扣10%尔，中国出口减少2.3%。吼，若是扣60%的话，中国出口减少15%。吼，所以这对中国的出口其实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应该压制压力啦。但是我是安尼看来讲吼，即马来看因习近平甲川普要谈判，川普是要对中国提啥物呢？我甲你压制了，我毋是要趁你的钱。这就是吼，你对川普对迄个罗西亚甲中国之间哦，要让互因两边看你你答应我，啊你卖甲伊好。对啊，因为即马就是有。乌克兰的，你乌克兰你佫卖菜伊，你卖菜伊，嘿，用这来教啊？对，用这来教啊，世界方面，我认为是有可能是安尼来。老师，你安怎看？林老师？当然，这个是一种的过程啊，哈。川普安讲，伊要5啊，哈，伊绝对袂讲加要5年。我要10啊，对方20。对方会惊一下嘛，吼，对方就惊一下来讲，我爱让步、扭波，所以就主动的变得5，吼，就是讲头先就讲，美国甲中国吼，两个都是大的国家，是竞争的国家，然后做有可能就是讲，中国变做美国永远的对手啊，吼，这对手还是讲竞争者。还是讲是敌手，吼，所以中国的发展甲美国有足大的关系，吼。还是讲中国伊的经济，像川普伊最近有讲到，吼，讲伊甲这习近平都透过这个助力啊，吼，来讲得真好，来联系，所以还是讲有法度从中国这习近平伊领导的地位。因为这经济问题，因为这个足济的困难，习近平伊这个正话找伊安尼讲着啊，讲这个即马中国的经济的运行有拄着新的情况，这个国际的环境有这个无确定的因素，所以就是讲，这个是对中国来讲足严重一个问题，所以伊这个过程内底，川普。伊会当，伊知影嘛？伊即马即个全世界即个领导人内底，就是即川普甲即个习近平，上有力量嘛，吼。所以安那直接两个人讲好势，吼。中国原来知影讲伊袂使，伊做一项的代志，那如果伊若甲习近平，若是甲特朗普要求讲，好啦，老大，无安尼，我拢让你。但是你晶片吼爱开哦，特朗普敢会交易？我咧讲这绝对袂啊，因为这晶片吼，这是物件这晶片本身呐，这晶片有这个成熟的，有这个先进的，吼，佮有这人工智慧，所以利用这个晶片来将中国的发展给你定掉的，听伊这个感觉啦，吼，你无法度佮来提升。所以老师安尼谈判，敢会有结果？伊就知影讲，我这上爱物件，你就买互我。这习近平敢会答应讲好？你若拢这根本就是我的性命，你甲我打掉的，我就甲你拼，敢有可能？当然来讲，中国伊爱家己去考虑啊，吼，所以咱就看伊有3期来增加这个国家，这大的资金啊，这个以这个半导体这个部分，看伊家己救袂起，投资足济，这个就是讲家己本身伊爱去想办法
啊，想办法的过程内底，就变做讲，你本地是10分钟会当做的代志，啊，你即马可能变100分钟，你才有法度达到这个目标啊。这个是美国介重要，吼，你讲你慢慢要起来，去拖搁较久的，啊，毋是一步就直接甲美国来竞争。是，这罗老师吼，那是讲到中国的经济，今年头拄林老师也讲着，习主席就讲啊，我吼是经济运行面临一寡新情形，有外部环境无确定的条件，身具动能转换的压力，但是即寡经过努力了，会当克服。你认为中国有当克服？其实咱拢袂记哩一件代志吼，就是2009年金融全球大海啸吼，迄阵中国是用4兆吼人民币的方式，嘿，甲规个大陆的高铁，甲大陆的迄个空气，甲大陆的电车，甲大陆的电池，拢发展甲真麻热吼。所以你若看过去这10冬，伊伫带一个方向吼，做出来的结果吼，其实真麻热的法国吼，应该是嘛承认吼，欧洲没有能力对抗大陆的电动车了，不管加多少关税。那即马一个重点啦吼，就是讲，其实你若为着要生材料，啊，为着要及时调整，晶片足重要的吼。啊，但是无晶片，其实车嘛会走啦吼。咱即马上害就是讲吼，即马车拢甲遐个线控拢甲摕掉啊，即马拢是变电控，啊，所以晶片变做足重要的。但是伫美国的观点来看，晶片足重要的，啊，晶片都足俗的啊。咱拢袂记正代志吼。50年前石油危机出现以前吼，迄一桶油吼，甲1.3块甲1.9块啦，美金啦吼。啊，伊迄成本甲8角啦。啊，即摆50年了吼，迄一桶油开发8块啦，加10倍啦。但是一桶油即摆上少是70块啦吼，因为即摆变做拜登允许俄国70块以下伊会使卖油，啊70块以上伊袂使卖油，所以你油若冲过75块，伊就佫跋倒来，啊若落到67块，就佫扭起哩，因为俄国嘛爱趁嘛，啊我若甲卖伤俗，我就卖好啊吼，啊但是若卖超过70块，伊都唔肯互你卖啊，伊袂使卖超过70块啊。所以老师，你公告对到底中国有当克服这寡困难嘛？所以咱若注意一个代志吼，就是大陆即马开始稳准吼，全世界的金融吼，甲医疗吼，会使全资啦吼，会使全资吼。伊本头是敢若证券尔吼，5年前敢若开个证券尔吼，即马是开始全资吼，就是咱古早台商会使享受的待遇。咱伫大陆开病的足侪间的吼，国泰啦、迄个旺啦、慈济啦吼，即马全世界总会使去吼，所以变做把伊的一个叫做内需啦吼、内需吼、医疗吼，对全世界开放。所以你即马就知影讲，伊要提升品质啦吼，甲空气共款。你即马伫大陆吼，无人伫甲你讲 PM2.5啊啦，因为已经解决了嘛。啊，所以咱即马其实爱欢喜的啦吼，就是讲，川普若敢若加规，安尼世界太平啦吼。啊，但是因为川普甲即马演出来看起来，毋是加规啦吼。毋是加规啦吼，因为你敢若从打桥牌改成打麻将吼。迄都无共款安尼吼，因为桥牌佫好看，啊佫袂出声，啊佫大家安尼拢算分数，啊拢足清楚的。啊，拍麻将毋是呢，拍麻将你挑剔安尼抠喙手，啊挑剔安尼转倒啊，人就戆去，啊你还佫人试牌，讲试牌啊，勾结我就拍小拍后吼，所以会记正代志吼，桥牌无人咧小拍转倒来啦吼，变倒的啦吼，啊，本头麻将那大家拢足规矩的吼，啊选举嘛会公平啦。啊，你感觉特朗普会尖叫？伊绝对会暗藏伊家己的枪手嘛。咱就甲拍迄种麻将职业麻将共款嘛，伊绝对有足侪条仔坑好互你跳啦。
啊，所以咱即摆爱知影一件代志，讲对中国来讲，伊就困难咯。所以其实最清楚的啦，吼，就是讲拜登的时阵，一部分讲做哦，咱两个爱定敲电话吼，啊，剩的互下开人去冲啦，伊拢少年啊嘛吼，互因去拍去冲，不要紧啦。但是咱有加瑞啊，还有安全设计吼，啊，其实美国讲哪讲，伊是假的啦吼。美国即马甲核子导弹吼，对船艇甲潜水艇游起来陆地上吼，啊，已经伫菲律宾待伫遐待9个月啊，啊，伫冰岛早嘛拢开始布防这载荷导弹吼，啊，日本本来是答应11月要装啦吼，啊，但是因为即马改做石破帽，所以停落来。啊，德国已经是通过国会，今年6月嘛是爱开始甲即马对船艇诱落来的核导弹拢甲弄咧，所以我甲讲做最后做核导弹的脏弹化啦吼，咱拢会记得乌克兰现在有真日吼，乌克兰东西是有伤侪核子弹甲核导弹吼，所以才会有迄个核导弹的迄个协议吼。美国甲苏联啊，甲欧盟吼，甲中国伫北欧开的会吼，啊，甲这个拢拆掉啦吼。所以即摆乌克兰讲说，我迄样阵老留来，我即摆就袂互你跌啦吼。但是即摆美国是甲伊船艇的潜水艇拢甲游来陆地上吼。啊，即摆即种核导弹的脏弹化，就甲古早2004年乌克兰的情形共款咯。迄样阵咱足惊伊的核导弹去互遐恐怖分子摕去。中国敢会惊？老师，我应该问林老师，惊是无效啦。你拄着啊吼，都爱抢，知无？惊是无效。来对抢哦。当然咯。林老师，你认为呢？美国足关心就是讲吼，这中国的核武器的数目啊，吼啊，到2030年会哪来哪济，吼会扩张啊，嘿。啊，就是讲，以这个过程内底啊，吼，头先卢老师有讲到，爱有这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讲爱落来谈判，吼，爱。虽然讲中国，伊云南拢是习近平讲足一届啊，讲核战啊，吼不能打，会打不赢，吼也不应该打核战，吼。但是咱知影就是讲，这个核子武器介重要，唔是真正去使用，吼。介重要就是讲，咱以这个对手的过程内底，就是讲我有这种姿势，吼啊，我有这种，你若真讲搁做啥物代志，啊，我可能会用核威胁，吼，所以就是讲，对美国甲中国来讲，就是讲这两个国家太重要，吼，啊，这个习近平应该安尼讲，以这个未来4年内底啊，伊拄着这个川普是较强势，而且这个强势的总统，伊过去有这种经验，所以中国就即马就足济，哦，来考虑这个2025年。啊，中国早发生一寡问题，啊，美国的关税到底一届拍60%，还是说慢慢啦增加？吼，还是讲中国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吼，啊，个另外来讲，中国是不是陷入这个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这种物品啊，足俗啊，大家爱消费啊，你不爱消费，还是讲最近中国这个公务人员加500人民币，对，这就讲原来想要鼓励啊，鼓励这公务人员会当一寡消费，啊，另外就是讲吼，是不是会当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啊，这个社会稳定的问题，咱看去足济都无啥物稳定啊，啊，中国是不是有啥物方法来对付这个川普，来讲，中国应该是想得这方法啦，所以来讲，过去是国内甲国际双循环嘛，即摆来讲，国内加做位啊，国内爱特别会增加，所以是足这条件，就是讲这房地产，恁较早是10%的收入，即摆差不多变成1%，会增加尔，所以就是讲。晶片的问题，个这个经济的问题，所以习近平安尼讲，完全是合乎中国讲真话啦，吼，对，讲真心话啦，吼。我要请教线顶的这个李老师，吼，
老师，你甲咱做综合的一个概念，就是讲中国即摆目前的经济，伊是歹到什么程度？敢有歹到讲大家安尼？恁这拢因为恁是台湾人，所以恁拢讲阮歹，是安尼吗？还是讲其实伊是真正是前所未有？这10年、20年改革开放以来上歹，但是无至到讲爱歹甲安怎？老师，你的看法？其实应该讲起来，大陆的经济会歹就是伫2020年迄阵，迄个 COVID-19 发生的时阵，伊所有逐工内底拢爱去检查嘛，检查内底所有遐医保的费用啊，开了，过来地方政府的负担财政的支出嘛变得足大的。所以，除了即摆开始，即摆恢复正常了后，惨嘛。第一个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变起一堆，变无人敢买，一堆人话落，话起一半的，遐人爱搁纳贷款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地方债，地方债因为以前拢靠财政的收入内底拢是靠这个房地产，但是房地产头拄林教授咧讲即摆10%内底即摆剩1%啦，所以地方政府即摆嘛做善的，甚至前2档内底，公务人员薪水阁减少。第三就是讲，老百姓会惊无钱，所以进入一个较特殊的状况，就是物件愈来愈俗，迄就是通缩。所以有一个叫淄博的烧烤的迄个经济就出来啊。伫上海即摆一寡高端的消费即摆拢愈来愈差啦所以我讲。大陆应该伫这几十档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内底，最近所拄到的代志，真正是前所未见。为什么前所未见？第一就是讲伊的地方债、地方的债务足大呢。第二个，伊的房地产有法度去恢复无？第三就是讲拄到美中的贸易的战争啦伊的出口、搁外销、搁挂内需，双循环拢变得做歹的时阵，伊的经济变哪恢复？你有看到无？伫去年内底，伊实施一个叫做货币宽松政策，结果呢，但出了大概股市起2礼拜了，开始伊个跌落来，表示迄个动能真正有限啦。所以呢，伊经济去年要达到 GDP 的5%就是做袂到。今年伊嘛是希望目标要5%，但是拄到美中即个贸易个大战落去，关税搁提高落去，会影响到伊的出口，所以我相信。习近平咧处理这经济问题应该是拄着足大的压力，嘛是这几档内底上严重的代志。老师，如果若要请你来拆药方咱先讲好咱袂使讲叫共产党落台这贴袂使习近平爱稳稳在内敢有解放？第一个当然是要和美国爱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啦，就是讲伊的关税袂使提高报60%，因为伊人民币可能会贬值，安尼来吸收部分这个关税提高所造成的压力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伊的产业的经济爱去找，除了伊即马出口外销有3大项啦，第一就是电动车，第二就是迄个伊的电池，第三就是伊的绿湖，就是迄绿电的部分。除了这之外，其他新兴的产业有法度搁再起无？这部分有法度再起，伊的产业能够找到新的瓦力，找到新的一个动力。第三个就是讲，他怎么去恢复老百姓消费的信心啦？因为伊的内需今嘛真正做无好的，内需呢是一种预期的心理，大家这预期的心理愈惨的时候，就唔敢消费。所以怎么去鼓励老百姓愿意来消费？所以你若看头一个教授咧讲伊甲公务人员加薪，和公务人员带头先来做消费，来引起大家消费的信心。这嘛是讲从内需能够改变，那外销的政策来讲，能够有新的这个商业会使去出口外销，其他的国家包括这中亚、非洲还是欧洲的部分，伊有法度找到新的出口点，来减少以及面对美国这个关税政策所造成的冲击影响，安尼看法度减少一寡迄个冲击无？但是若要大幅度的恢复，我是感觉短期间不太可能。听老师讲起来，这应该是有受重伤有啦，有受重伤3档5档才有通慢慢看还有机会无？嘛袂讲3档5档其实大陆伊嘛是一直想要
就是透过这个货币宽松政策来刺激伊的经济的成长啦。啊，这部分我头讲讲，第一个民众伊愿意去消费无，伊的内需有法度起来无？内需能够起来，一寡产业就活会落来。但是你嘛看到，即马包括咱的台商，包括的陆商吼，水里搞东南亚投资的，去搞欧洲投资的，愈来愈出走的愈来愈侪。过来就是讲一寡外商入去中国大陆投资的嘛减少，所以对大陆来讲，这个是双重打击啦吼。所以他怎么去恢复这个信心啦？第二个就是讲，伊的货币的宽松政策跟财政政策，有法度实施了，互规个经济有法度去带动无？啊，第三点就是讲，习近平和这个特朗普这个互动的过程内底，因有法度减少关税所带来的冲击的这个效应，那至少他有更多的工具、更多的时间去做调整跟调试。哦，感谢老师，阮今仔转来平来吼，老师你来线顶吼，郭老师，头拄你咱听到这个李老师所讲的吼，我上趣味的一点就是讲，要挽回中国人对消费的信心。那过去吼，中国的皇帝拢是下这个杠子啦，下吼这个下罪己招啦，吼。罪己雕啦，就是讲啊，我做唔对，我较失角擦，但是吼上苍吼有好生之德啊，如此这般吼啊，大家就好好啊来啊，咱就斗阵向前行。习近平敢有可能做这种代志，互大家回复说，啊，也佫有淡薄仔人性，啊，无咱就淡薄仔来相信伊。这吼，我是较天真啦。你真正较天真啦，但是较无啥可能，因为你为中国的历史来看吼，中国建变你迄个改朝换代的时阵吼，拢是经济出问题吼。上明显，咱来讲哦，万历几年哦，迄本册哦，明朝的迄个万历的这个皇帝，毋是无想要改，伊毋是袂晓哦。但是呢，改袂过，所以你看规工秘伫咧做小白，伊就变财政部长啊，对不对？所以对中国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就是讲吼，你第一个哦，因习惯了虎虎的长头来，所有虎虎的长头来，哦，这是因一贯的作风，但是对西方的世界毋是啦。哦，因为对财政来看，吼，对经济来讲，你无可能啥物物件拢富会定啦，拢无你计较以前安怎。哦，啊，但讲到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吼，因为即摆习近平吼，伊是崇尚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领导人，吼，所以毛泽东主义下，你伊的迄个拍天下迄个过程里啊，那个说一就是讲吼，所有的这开拢甲禁起来。拢甲摕做国家发展的这一中办大事啊！一中办就是迄个大跃进吼，大炼钢的迄时阵，迄款的手法，这一直你习近平的个思想内底咯。啊，中国就是爱安尼做，所以伊甲所有应该去发展服务业、发展消费，这拢甲缩起来。所以这毋知讲进前几年前，我讲啊，这补习班你也要拍，哦，啊，这演艺事业你也要共拍。哦，啊，这线顶的这消费，你嘛要拍，即马中国的这消费，大家惊着。但是他罗老师有讲着，讲伊即马完全100%会当外资来投资这医疗，这敢是一个信号。但是我感觉吼，这已经互人无相信啊啦吼。即使互你投资，但是即马你家看，所有的这外资，包括欧资甲美资拢做，你中国的钱根本就汇袂出去啊。你个开放100%去投资有啥物效？无效嘛。所以第一个来讲，中国的或者世界印象已经足歹。第一个伊 FDI 这几年拢是一直流出去啊，无人要过去投资中国啊，这是足大的问题啊。啊那外资无要入去投资中国的话，伊这生产的这哦，就是这伊这就是出口的这吼。大部分拢是外资投资的，即么投资无要投资，伊出口就是一直萎缩嘛。出口萎缩，伊就变讲趁无钱，会使互人民去开嘛。所以莫怪讲人民即马无开。啊，咱都要讲这个内需的这内循环来讲的话，内循环
一个观点就是讲吼，你政府爱开始举债，举债就变讲这举债来吼，变讲这所有的这年轻人讲啊，你譬如讲你买家电，国家补助，哦，国家该补助50%，啊你买，哦啊你买这补助的后摆就算用国家的钱来推动这个生产链嘛，哦，所以若所有的因中国的物有法度拢你国内制作，哦，这晶片免依赖外口，哦，啊这钢铁免依赖外口，伊拢放起来家己做，安尼伊可能伊的内需扭会起来，但是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错。较悲观哦。我先和罗老师讲，啊，上后尾再以战略的观点和林老师来做结论啊。罗老师，你安怎看？其实啦吼，咱日本咱都甲当做一个 case 就知影啦吼，就是讲你若开始大家消费者对未来无啥有信心，啊，你若个真正老人化会发生，而且坦白讲啦吼，日本的税是足悬的啦吼，所以伊遐个家己的本身的投资嘛，拢扭去中国、扭去美国、扭去东南亚吼，所以其实咱即摆看日本的这个经营吼，都是美国、甲中国、甲欧洲吼，看向先调掉啦吼。因为咱已经知影，你啊德国甲法国吼，已经是超1年半吼，经济无成长啦吼。啊，日本这2冬吼，虽然甲这日币安尼拔一拔吼，啊足侪人去遐观光吼。但是日本人都无钱开啊吼，所以日本的消费已经连2年吼萎缩吼。啊，你即马川普要伊的这个大戏吼，川普大军啦吼，啊佮甲马斯特2个人对遐人吼，伊反正凊彩对一个国家要选举，伊要插手啦。你欧洲凊彩一个国家，伊看相袂爽，伊就要叫你落台啦。所以咱即马唔知影国内的经济安怎行吼，咱敢知影一件代志。日本这30冬的这个问题，若唔是发生伫美国，就是发生伫中国，就是发生伫欧洲吼。啊，向先调咱唔知啦吼。啊，重点就是讲啊，救会倒来无？对啊。啊，你若看日本，你就知影嘛吼。一去不回啊。所以经济是足简单的代志啦吼。你若无互人民信心。人民就不爱插小你啦，啊，完全了。反正我等伊泡茶、翘脚、念喙鬚，我嘛会使过日子啦。像甲你讲，我爱逐工去拿股票，爱去冲刺，爱去生产晶片。我有厝头大，我有这饭然后食呢。讲歹听的，你伫印尼、伫菲律宾，迄厝敢若照料啊，安尼嘛是贵啊。哦，所以足简单的一件代志吼。你若无甲人民当作家己的亲人来疼惜吼。啊，更敢若你孝想讲做会使遮个刺插者，啊，遮个人者，啊，遮个害者，啊，遮个无解啦吼，迄个囡仔伫教室内底甲人个椅啊抽掉啊，就互同学变做一世人拢半身不遂吼。所以咱来看美国啦吼，美国自动车时为着要甲石油俗俗的物件，甲油甲悬，结果伊甲家己负责咧，伊家己有30吨。无拢怎载落？咱即摆晶片吼是知识财，是科技财，有够俗啦，迄俗到吼，迄凊彩一个晶片吼3块5块台票尔啦，你连买邮票即摆都无通寄。但是因为伊逐位拢有通用啊，咱大家即摆去看吼，即摆迄个变数哦有够清气咧，拢无臭味呢，因为咱有遐个感应晶片，喷者对，迄叫做生活品质。啊，你讲好。啊，即摆无臭味，啊，变数佫无收钱，啊，即摆连卫生纸嘛免买，哪有啥互伊遮清气？因为咱甲清洁费用省。但是老师他讲一个重点，你若如果嘛无甲人民当作人咧看，那当作数字要插一个东西，那绝对这个政府是完全拢无。所以咱看足清楚的吼，美国第一波为着要甲石油叫甲悬，或者中东的地缘政治吼，啊，或者6日战争吼，或者以阿冲突吼，或者埃及那结果家己西奈半岛，结果家己死上惨啦吼。迄样阵的美国通货膨胀11%以上啦，失业率高趴啦，吼，规个30吨啦。这历史的教训吼，老师规个30吨啦。老师拍摄，我必须要让林老师来做一个小结论。老师，这个中国啊，吼。
中国应该有足济准备啊！吼，咱袂使讲完全讲中国拢扯落去。对，因为这个中国超过大，太大。吼而且伊即摆建设政府是做遇到这经济足大的困难，但是真正的钱是人民的落地内底，那将这人民的钱压出来。好，咱知咱台湾的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差不多 GDP 差不多12%尔，其他87%，都是这不是政府的，所以对中国来。